天下，日飞升天，不是天赋异禀，修为绝佳呀！看看你这何方神圣，现在只是看看对峙这个东西，但今天这架势，人都快震塌了。哎，你别说，700年前那仙乐的太子飞升也是这般。哎，别，提他做什么？晦气！啊！有完没完？怎么又是他呀？任务详情在此，太子殿下，可还有疑问？那便预祝殿下此去一帆风顺，天官赐福。百无禁忌。我最看这东西，打起来没完没了。费他耗光体力，我们就玩完了。去吧，绞杀。新家娘，新家娘，红花轿上新家娘，泪汪汪，火山高，盖头下马把逍遥。近来北方有一批大信徒频频请愿，求天官下凡以平妖鬼之祟。若殿下能代为去一趟，则届时所获功德将尽数奉于你坛上。我在山里遇到了一个能驱使银蝶的少年，他是何人？太子殿下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他说他遇到了花城。原来他叫花城，这名字倒挺适合他。太子殿下，你遇到的人真的是花城吗？他还有什么特征？红衣，黑靴，还打了一把伞。他对你做了什么？破了玄机设下的迷阵，还帮我带了个路。就没了？没了。这花城到底要干嘛？但殿下在世间游历，也有可能再遇花城，所以还请务必记得一件事：花城出身于桐庐山，那是一座万鬼相残的古城。或许他一时对你怀有善意，但绝不可以掉以轻心。能避，则避吧。天宝年间，妖族暗流涌动，天魔欲将复生，人间危机四伏。红俊，我吩咐你去人间办3件事。如今长安便是你我的天下了。长安的妖族皆可杀。妖怪，我袖手就擒！长史，你知道这个剑是什么法宝吗？妖怪，红俊，听说长安有妖，
长安盛世怎么会有妖呢？将这些该死的人族统统杀掉！地宫传令，神州大地将来场浩劫。红军！只有你能找到答案。狄公曾说，长安妖氛鬼物，数以万计。天魔的轮回，这伙驱魔师再怎么强悍，也是抵挡不住的。青龙，我要让你心爱之人生不如死！长史会在意我的身份吗？妖怪！是你！还我清白！40年原来那么长，长到可以改变一个少年以及他笃信的梦想。去你的！死脖子还敢偷吃！活腻了吧你？活着太累了，就这样一了百了吧。原来他真的不会回来了。我应该也是有用的吧？我想过抹消他，可我发现我下不去手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下不去手。好高兴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谢谢。一念不灭，千千成劫。金陵为凭，定气成约。我终究不懂人类，即便修成人身，也永远不懂人心。一念不灭，千千成劫。告诉我，你因何所困？总有一天，我要变成最厉害的侠客，那时就可以回过头来保护曾经如我、如你一样的无辜弱小，让他们不用再面对乱世的绝望。如果你是人就好了，咱们当兄弟，结伴去每个有趣的地方，一起喝酒吃肉，仗剑江湖。有你懂我之间不移。
悲剧叫人暗酸。一个想要忘又不阻拦，听过的道理千千万，却犯了迷糊，是毒是药猜不穿。想不通，明明装得够自然，怎连笑都婉转。刚才很没人对，转眼坐立不安，敞开心有多难？或许那